查爾斯·哈尼爾係美國著名嘅作家，亦都係商界嘅知名人士。佢曾經講過，你也許可以自由選擇你的想法，但你的想法會產生什麼結果，是由一個不變的法則掌控的。而佢所講嘅法則，正正就係吸引力法則。當一個人能完全了解思想創造力量嘅時候，就可以產生他人眼中睇嚟非常神奇嘅效果。要達到呢一個效果，會需要適切嘅應用、努力以及專注。學習吸引力法則嘅人會發現，掌控心智同靈性世界嘅各個方法，其實同物質世界一樣，係固定而且唔會有失誤。因此，如果想獲得想要嘅成果，就必須要了解背後嘅法則，並且依之而行。當你正確地依循法則去做，就會毫無偏差地得到想要嘅結果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